Matungal ko fa na ita. Masama na hakya ko to asita. Ya sana ya swal na na tenglinta ji龙康。龙康老师，请讲吧。谢谢。好，各位朋友们，又到了我们这个礼拜的聚会的时间。那么很高兴第4次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我所居住的这个地区这个村落的一些人事物。那可能你们在开始听之前，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些事情跟你在图书馆或者在教室所听的东西会超乎你的想象，但是这都不重要，因为资讯就像是一个就是流动的潮水，那么今天的真理它不见得是代表明天的真理，因为真理常常随着时间空间改变而改变。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关于泰巴朗部落有一个叫做萨萨盖的考古遗址的家屋研究。那这一份家屋研究呢，事实上是在2年前的一个暑假，我人在丰滨造那个阿美族的那一条独木舟的时候所发表。那个时间呢，正好是因为有疫情，所以就跟今天一样，它是改成线上的发表。那是由这个台湾人类学学会就是所入选的一篇。那因为我本身就是住在这个小小的村落里面，那而且呢，这一个萨萨盖的这个地方跟我的家族有很深的泪缘关系，所以我就是在2年前就是以我族观点的诠释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题目的分享。那今天呢，在开始之前，就希望大家如果要听这些由原住民所报道的原住民研究的话，请你们一定就是要把抹去你身上所带来的所有的资本主义，你必须要回到初始的状态，那么你才能够感同身受的去理解去体现我们过去先人他所存在的物质文化或者是一种空间。所以我们这方面的表述，我们会站在空间在线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基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全方面的把这一个人事实地物，或者是像那个调查局在这个侦讯囚犯那样子的强势来表述，但是呢，我们会站在一个知识的点，会站在一个文化的点，然后呢，把这个事情传播给大家知道。那么我再说明是，首先今天我的题目要提到的是我自己这个村庄叫做泰巴朗部落，在泰巴朗部落里面，它有一个就是史前的考古遗址。那么目前它是属于什么文化？目前就是还没有得到一个就是很明确的一个推论，只知道大概就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铁石器时代初期这个阶段里面当中所产生的。那么它是属于什么文化？有人说是可能是毗邻文化啊，又有人说是富南文化啊，方面就是有很多的揣测。但是这个方面呢，仍然需要中央研究院它去就是实地的考察。可是据我个人所知，这一块我从小在玩耍的土地上面，就是从光复以来已经受到就是无数次的破坏，所以这一个遗址呢，其实它现在是并不完整哦。所以与其要去这个遗址去挖这些考古遗留呢，你还倒不如呢去汐止的樟树湾。那个就是一些主人的家里看到磨刀石，或者是呢他家里前面的挡门石这些东西看看，还可能收集的还比较完整明确哦。那么首先在开课之前，我们要谈论的就是说，这一个发源地的线索跟文化多面性的考察，它就是有什么样的面向啊？首先我们来看空间啊，那个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复合的一个社会，所以呢，
不同的族群，它就会拥有不同使用大自然的方式。我这里指的大自然，就是指的就是一个空间啊，所以空间大概就是一种抽象的定义。那么，所以在考察起源地文化的多面向的这个线索，可以有助于我们回到初始的状态，去理解一个民族过去的一个文化。因此，去起源地探索这件事情，它就不单只是一种遗物遗留，或是有形或是无形的文化形态了，而是我们以现代文明的知识起源，回到初始的状态，去体现过去的先人在生活上面的一种价值观。因此，就是从空间推论而言呢，我们呢透过这个起源地的线索的考察呢，有助于我们对于文化的原真性的一个文化理解，这方面会有所帮助。所以，当我们谈到原真性的时候，我们要先去思考一下，文化真的具有真实性的概念吗？文化自然保存者他提出文化具有真实性的概念，那有些学者他认为这就是原真性。那也换句话说，就是说，在某些人对于某些族群的某些文化，他对于他的认同意义上的理解，那这方面常常就是在国内的学术殿堂上面，就是会常常造成这种比较二元论呐，或者是呢就是独裁论呐，也或者是说重视那个学术对话而不重视就是部落对话，或者是重视部落对话而不重视学术对话，这样子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失衡的那种表现形态。所以文化真实性的概念呢，如果是以在地性或者是局内人的观念来出发呢，会比较具有认同的效益性比方说这个我讲到这个第一点的部分，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强调的就是做质性研究，常常就是田野调查。那田野调查呢，不管从马林诺斯基啊，或是莫斯啊，或者是林纯生啊，这些学者他们看法就是要深入田野然后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点，可是他们并没有告诉读者这客观点到底是要站在局内还是局外。然后呢，它是一个 U 它是站在一个圆的一个范围内的一个点上面看对面，那看核心呢，它是看到一个 U 呢，还是看到一个 O 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所以会常常就是在文字跟这个部落的族人的表述上面，经常会有出入性所以这一个真理是越辩越明然后呢，所以真理呢，随着时间空间改变而改变了，所以今天的真理也不见得代表明天的真理。因此我们呢就是做研究，就是要秉持一种求真求是的一种那种态度来看事情，这样子呢会比较客观，然后呢也更趋近于过去先人的那种价值性。第二个点就是谈论文化就会有文化差异的问题，而文化差异这个问题就经常在学术的那个战场上面会常常就是造成就是你来我往，他们之间的一个话题的一个画风，而且画风经常就是锋如刀刃这样子，常常对于就是说就是一个研究者，他明明就是说一个真话，可是他为了呢要达到学术上面的一个标准，他呢不敢说真话，他就在迂回这样子呢很难，就是说从研究里面到底看出到文化差异何在。然后通常呢得胜的都是就是虚无缥缈，然后模棱两可的状态之下，反而容易得到那个学术的青睐。但是你如果说真话的话，不见得就是可以获得学术的青睐这样子的问题，事实上在学术上面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是经常发生在原住民学者身上那刚刚谈到的所谓的文化差异，它经常就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然后呢，不同的人去记录或者去说明，就会产生不同的
文化理解，诚如我们今天的线上，就是有阿美族、噶玛兰族，或者是邹族，也或者是有汉人在线上，所以那有不同的族群，当然就文化差异上面的认知就会有差异性，因此在看事情就不会有一个规准了。所以我一开课的时候就强调，我们来看问题必须要回到初始的状态来看，然后呢才可以呢就是再现空间啦。然后我们可以从考古的文化或者是空间的表征来去想象也好，或者是推理过去的先人他到底为什么要去盖这个房子或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这样子比除了一些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些差异性，这样子来看会比较具备有原真性。然后再来第三点就是原真性纵然在历史的编写的考究之下，它的价值它是经常是处于不一致的状态也甚至呢会有变动或者是偏误的情形发生这样子讲，可能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理解我就可以在这里说明了。比方说，我们一直以为这个太鲁阁族他们就是来自于南投的白石山但是呢，事实上呢，有一些研究生也慢慢的发现到。太鲁阁族，他原来呢，他是来自台南的东山区，然后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很努力的去找寻证据，然后跟着他的这个学术上的教授或者是指导，有一些冲突存在直到呢这个研究生呢去挖出了那个多罗国的界碑之后，真相就越辩越明。因此，所以我们就说这样子的结果说明了就是。教科书认为赛德克族或是太鲁阁族是来自于南投的白石山事实上台南东山区的平埔族跟这一个某部分的太鲁阁族却不这么认为，他去追寻了真相，他找到了证据，就是原来他们在更久远以前是居住在台南的东山区，就因此这个原真性它就是会就像真理一样，它会滚动然后它就是我们不要认为就是纵然我们掌握了就是原住民片段的事实，但是呢也不可能呢绝对的掌握原住民的绝对的真理所以在一开始就是说我们要厘清的部分就是说原真性有这个东西吗到底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看待它再来我们在做这个太巴朗这个考古研究之前，我们首先就是要了解说，我们过去的先人他们所透过口述、歌谣或者是技能的传承，他的就是原住民族的这种知识体系。然后呢，这个部分跟我们所看到的空间表征，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性？事实上是有的所以原住民族的知识体系。可以代表一个古老民族智慧的延续，也可以代表一个古老民族过去所发展的有形或者无形文化资产的遗留。但是经常呢，原住民族的知识体系呢，常常呢，在这一个知识的洪流或者多元族群复合的一种社会体制之下，它往往呢就是跟我们擦身而过例如我们这一次的丰年祭在8月18号，我们在这一个太巴朗的祭祀广场前面的这个83巷，有为旅客就是上山去找麦饭石堆里面的一种碱性的那种泥土，然后呢，我们希望呢，就是透过传统的这种知识体系呢，让现代的游客去体验，就是说，当你是一个民族没有肥皂的民族，他过去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就是洗脸，然后呢，他为什么要从大自然里面去挖这个泥土，然后去洗自己的脸，然后洗完脸的时候呢，这些泥土又回归于大自然。所以当我们反思一下，我们使用肥皂，我们肥皂里面含有很多的化学物，那有些人使用多量的肥皂之后呢，去晒了太阳，这就造成皮肤病变。然后呢，肥皂水呢，因为它是化学物质，它又经过我们的泥土跟这个下水道系统，又回归大自然之后，造成更广泛的那种大自然的污染。事实上，
到底人类呢是创造这个社会文明呢，还是在毁灭这个社会文明？到底原住民呢，他是跟大自然如何的共济，然后呢是如何的互助，如何的共生呢？这方面呢，我们要去思考一下。那为什么过去这些原住民知识体系它会遗留就是千年百年，至今仍然不败？那为什么呢？这些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产物，对我们社会它造成了某些资本家的垄断的资本、累积的资本，可能对原住民族或者一些比较缺乏知识的一些底层人士呢，它呢就造成了一个异化劳动的问题。事实上，这一个原住民族的知识体系可能会将来成为挽救台湾的生态、台湾的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呢，去透过原住民的知识体系去看我们过去先人他的那种空间所产生的表现的真态，是可以帮助现代人去实践与理解过去那个人类文明发基于使用大自然空间场域的独特知识。这方面呢，事实上对台湾的社会是非常非常具有这一个贡献性的。那么，所以这个研究呢，将是以阿美族族群的核心的立场，也是我族的这中心这个主义的一个表述，然后透过发源于阿美族过去所世袭传承的知识体系，也就是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就是 TEK。然后我们呢，透过这个知识体系，我们呢将自己的对于物的这种价值性，我们将它解放。我们将我们的这种价值观以重返初始的状态，去建构原乡旧文化的图像，哪怕是建构或者是想象，也或者是呢复振还原这方面的手段都可以。那么希望呢，在下一次的大洪水出现之前，它能够呢挽救台湾的这个原住民族群或者是多元族群的一个下一个物质文化的起初萌点所以这个研究就是希望透过考古的遗留，它所存在的空间表征的关系，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跟铁器时代初期当中这个时序的这个阶段，从这一个太巴朗的发祥地是来自于吉兰阿善，就是现在的丰滨乡巴里湾山所发展的渔业物质文化转变为农耕文化的不同的过程进行连结。那么这方面呢，就跟罗素梅老师在人类学梳理的脉络里面，对于原住民的环境生态所提出的那个 TEK 的这一个词条，他是认为就是说民族的科学跟这个不同民族对自然过程的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本质，然后运用当代的生态保育，然后永续发展、环境资源管理的趋势等等的这种多元就是跨领域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接触，然后来形成一个专门的科学的领域。然后这一个部分就是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基本上跟这一篇那个研究的论文的结果在结论上面会互相的呼应。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周的课程哈，上周课程我们就是告诉读者，就是阿美族的圣山之一吉兰阿善，就是现在的巴里湾山。然后呢，它这座山上有什么？这个山上就是说我们在认为它这是阿美族的一个发源地之一它就是吉兰阿善氏族、法利幼氏族、纳法纳万氏族、巴吉达兰氏族，还有散纳赛这几个，大概就是说早期存在的这些氏族。然后呢，可能有在这座山上有进行活动过。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山上做什么事呢？他们种了很多的这一个九琼木，他开发了4个就是旱作梯田，然后就符合原住民的那个传统生态智慧，就是做一些山。然后
他种的这些九球木就是形成了就是人兽分隔线，然后这一个人兽分隔线的产生，造成了人跟动物呢，他们在洪水时期呢，就是大家都能够生存下来。那日后呢，经过了数百年，阿美族的后代又再上去看的时候，发现到这个人兽分隔线仍然存在着荷兰时代所带来的那个爪哇牛，以及这一个赤足藻虾的存在。另外还有一些就是罕有种的那种香料植物跟这个天牛等等部分，因为那个是非相关领域，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有把它揭露了。然后大致就说明了这一个山上有一些人曾经住在这个地方，发展了就是极端高度技术的黑陶文化。它透过了水利之变，然后可能跟撒拿塞之间的礼物交换有很大的关联性。那么这些人住在这个吉良山的时候，他是住在那个地理皱褶居住带，然后他并不是呢成为一个社或者是一个部落这样子的一个居住形态，他是不强调集中，他强调分散，而且他是在地理皱褶居住带过着跟水资源共生的生活。因此我们在吉良山发现了有17个地理皱褶居住带，里面都有所有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会发展了高度的水资源，而且它所居住的地方，它的90度线的部分也是地理曲平线，它可能有建构高脚橄榄屋形态的建筑物，因为在这个地区呢，它的周边两侧都有高精密的黑陶土，说明了这些人当时在这个地方居住，除了过了渔猎文化、农耕之外呢，它还伴随着可能有炼铁或者是烧黑陶的这样子的文化存在。好，这个就是上个礼拜的重点。那再跟大家就是再做一个回顾。然后在这座山里面有很多的非台湾原生种的香料植物那有可能是海漂过来的，也可能是先人带来的诸如此类，大概就是上个礼拜的重点。那为什么要提到阿美族圣山呢？就是因为在巴朗的这一个民族志里面，就是当时有一对姐弟，他们登陆到圣山之后呢，上去的时候因为水淹高了，那空间变狭隘了，然后有很多的动物就被迫集中在那个山的那个尖尖的那个山脚的地带，所以这个对兄妹呢，他们上来之后先种了一排的九球木，就是把人跟动物分隔开。接着呢，他们呢就开始伐木呢就会制造工具，制造了2样东西，一个就是顶部，一个就是阿巴兹，就是石斧跟石杵。因为他们上山的时候有带了7样的种子，然后呢，他们随着伐木那个林地越伐越大，空地就越来越多。当他们兄妹成为夫妻之后，没有办法，就是有多余的人力，就只好近亲通婚，产生了就是阿美族的经济，也就是初始的那种物质文化的产生。所以可以说，这个顶部跟阿巴这2样东西，到了吉兰阿善之后呢，造就了晚期。你如果认为说你的祖先是来自于这座山的，他的一开始初始的那种物质文化，就从他登岸上面所带来的语言、阿美族的基因，还有阿美族的姓名、工具，还有它7样种子所形成的农业文化等等的，我们把这一类就归类为叫做物质文化。好，那这个就是上个礼拜的重点。然后呢，这对兄妹呢，他们在山上因为伐木，因为产生了空地，他为了要安居，所以他盖了自己的房子。所以巴达鲁玛不但是盖房子的意思它还有就是繁衍，还有通婚，就是的另外的意思存在。它的古语还包含了这个它的衍生的意义在这上面。然后这对兄妹他们为了就是要发展这个农业渔业，所以它制造工具就越来越多，然后空间也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之后呢，它就是需要人力。大家注意一下，他把人力提供了，那个其实在经济学就是提高生产力。
提高生产力。那么也就是它初始的经济就是在这个登岸的这一刻它所产生哦，然后它因为在山上就是土地的这一个开发越来越大，还有就是他们有了子孙之后，再加上海水退了，因此他们下山之后呢，其中最小的他就是来到太巴朗，他的一个姐姐是到现在的奇美，所以上个礼拜也讲过，那一个他就是阿美族圣山吉郎善，他的左脐带是奇美，右脐带是太巴朗，这个他的这2条路线是连接到那个阿美族那个巴里湾山哦，这个部分就是这样来的。然后他们下来的时候会先从纳法拿万山下面呢有一个纳法拿万溪，然后从这个地方下来以后接巴里湾溪，然后再接丁子肉溪，再来到太巴朗的利大溪。来到太巴朗利大溪之后呢，就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繁衍子孙这样子。他们下来的时候就是到了第2代开始，那么最小的一个弟弟发现到这个地方有形似山猪，也或者是有很多的山猪，然后适合居住，就回去禀明父母，然后呢就是举家就是下山迁。那下山呢，在这个河野喜六在番薯调查第2卷里面，他就认为呢，太巴朗的古地名呢是来自于下山舍弗隆这句话，舍弗隆这句话的俄音啊，但是这句话呢，这个地名受到了光复之后受到李来旺的挑战，李来旺老师的挑战，他认为说利大溪有很多的白螃蟹，所以呢就认为说阿法隆呢才是这个太巴朗的一个地名的代名词。啊，诸如此类，我们不知道说它是如何演变，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考古的空间表征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证据跟另外一个看法。容我等一下在后面再跟大家报告。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跟太巴朗这个考古遗址有关系的一个考古对话，就是说中央研究院或是其他的学者曾经有去接触到这个遗址这个遗址的名称叫萨萨盖，然后呢是在1982年到2008年之间，那么采集的就是表列的这些学者，然后呢他们的这个著作里面几乎都或多或少都有对太巴朗这个萨萨盖遗址呢就是做一些分析跟报告，但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没有办法看出这个遗址到底是从何而来，到底是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文化层，它是什么结构，目前呢还仍然在考古学界仍然是一个谜。那么在今天讲到说太巴朗的萨萨盖，我们呢因为并不是考古学的族人我们是在地的居民，在地的青年，所以我们呢就没有办法透过那种中央研究院所就是认定的那种考古学的那种专业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事实上这样子其实是一种学术的霸权。为什么呢？你中央研究院的学者你也不一定有本事能够去解读我们过去先人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产生这个遗址事实上因为你过度的重视了这个学术的对话，你反而忽略了这一个部落对话，基本上对学术上也是一个不周延的一种损失那无论如何，这一个学术对话也好，部落对话也好，如果从公平而论，从看一个天平来看待事情的话呢，就是你要取决到一个客观点来看的话，就会真理越辩越明。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这个学术话语权的存在问题，对原住民之间他的参与学术上的问题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今天就使用考古民族学来看事情，来看这个萨萨盖遗址。那么我们要看这个萨萨盖遗址，我们看3个东西，第一个就是遗物考古的遗物，然后呢第二个呢看考古的空间，也就是这一篇论文它最主要在强调的部分，然后呢我们看它的这一个那个指标物，就是它的考古建筑群，
哦，这个考古建筑群它的形态大概就是茅草的屋顶，然后这个离地1尺的滴水线，就是茅顶矮檐，然后本身是石板屋的形态，石板屋的这个墙郭，那这个形态其实跟台南以南恒春以北的西拉雅族的房子比较接近，反而跟那个吉兰冈山下来的这一个那个吉兰冈山氏族所盖的那种传统的建筑物，其实是有极端显著的差异性。所以那我们现在看说怎么来看考古的遗物。那个考古遗物的民族学概念，我们通常就是以一个原住民来看，我们通常就是先到起源地里面去找出这个到底上面它这个空间里面放了什么东西，然后放了这些东西，我们去推论说它可能产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然后这些东西它所表现的物质文化的形态，我们是去想象呢，还是去推论？然后这些文化形态到底跟这个族群的生命的共同记忆有没有办法就是进行连结？然后或许我们往往不经意不去重视这个过去老人家留的东西，它可能呢你就没有办法体现出它的普世价值，因为呢你可能存在着资本主义，你可能觉得说，我盖一个钢筋水泥屋，或者是盖一个水泥的堤防，可能胜过于去住这种祖先住过的这种居屋形态这样。好，那这通常我们去考古民俗学去看那个考古遗物的，通常我们就是看的点大概就是在这个范畴之内啊。那我们来看考古建筑群，考古建筑群跟萨萨盖什么关系？刚刚提过了，那个萨萨盖的那种传统家屋，因为那个地是我从小在那里玩，我就经常玩那个石器，然后呢，我就是在国一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把它的那一些石器拼凑成一栋房子，结果呢，在2001年的时候，因为我在写独木舟的文献，然后不经意的在这个番薯调查在番薯六考里面的台海史查录看到了一个荷兰人所画的这一个西拉雅族的传统家屋，竟然跟我跟几个儿时玩伴所搭盖的这个家屋是一模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了它的这个建筑的轮廓的那种意象，就是深植在我心。所以我特别去读了这个考古建筑学的一些研究，然后就是说，就如表列的这些，比方说语言扩散跟这个理论的内容关系，还有南岛民族建筑形态的比较研究，还有迁徙造屋的文化意义，Green 这一个就跟他的这个理论其实跟萨萨盖的这一个研究里面就是可以就是对话其实蛮不错的。那在国内学者非常好的就江之华跟侯建成，然后他们所研究的部分刚刚好都可以跟萨萨盖的这一个建筑物有扯得上一个很明确的关系。再来就是因为我本身是研究空间的，我常常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思考这些老人家他们到底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我是经常去思考这个问题。那因此我就找到了很多的脉络，我等一下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那所谓考古的空间呢，他看的东西是什么？他就是借由探讨过去人们生活中对于空间的对应关系，因为人们是存在的，他所经历过的事情是存在的，然后他把这个建筑物留下来了，所以这个建筑物就跟他的生活的空间有绝对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可以从家屋的结构还有文物去推演过去的社会的那种生活的本质，然后再来厘清说过去的人为什么要去那样生活，现在的人为什么要住高楼大厦要住电梯，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另外呢，考古建筑群的这种去研究，就是对于考古空间的推移、再现空间跟重建原真性，它是一种这种体现的手段。那所以你如果去研究空间的话，就是说从过去的一定
一定是从过去人所留下的线索，然后呢去演绎，然后或者去想象啊，或者呢去验证。那因此这个萨萨盖的遗址跟这个空间的本质的存在是有关系的哦。所以我们呢，古老民族透过时代的演变，社会阶级伦理、物质文化、族群生命的价值观、历史的回忆等不同的讯息，然后在萨萨盖的遗址家屋，如果你去进行考察或者是理解，其实呢，有助于就是对于泰巴朗的这一个文化的空间表征哦的建构了，去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角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体现之一。那么有关于泰巴朗家屋研究，其实前面的学者就做了很多了啦。日本人一来的时候，鸟居农场他就已经就透过这个居家的生活形态，就已经就是报道了这个泰巴朗那个那个嘎吉达岸的这些家屋，还有那个再来就是黑野喜六，他就是来的时候问那个当时80岁的人，他来的时候是1912年1912、1913呐的80岁的人，所以他问的人基本上是表现在差不多1850年左右的那个时空背景之下，然后之后呢就有千岩、朱太郎啊等等的，然后到中央研究院的这些学者，陆陆续续的对于这些家屋就是做出一些研究，但是萨萨盖的这种地下考古的家屋好像并没有相当明确的这个资料出现。目前，那我只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经常在活动的范围，而且这个土地也被花莲县政府列为那个限定的文化遗址，但是呢，在行政程序上面呢，花莲县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的那个征收啦，所以它目前仍然就是私有土地在使用，但是提供给部落作为这一次就历年的那个丰年祭的迎灵就是8月18号早上5点钟这个迎灵的活动的一个场域。那么我们现在来先了解一下泰巴朗部落最早的考古活动。关于泰巴朗的部落文化记录对到底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考古的活动去了解它过去的自然结构文化。然后呢，在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诠释自己，来诠释就是这些先人的过去呢？那么我们发现到最早来考古这一个遗址的应该是河野喜六，他在1912年到1922年，然后在临时台湾旧观调查会的这一个代理科长，然后呢，他本人呢在泰巴朗待了6年，然后他出了一本番薯调查第2卷，然后番薯调查第2卷一共有59页，然后呢，后来在2009年由中央研究院就再版再翻译，那翻译出来之后，我们泰巴朗的祭司家族，认为说有一些东西哈，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啦，因此番薯调查第2卷。事实上，如果透过部落对话跟学术对话的一个结合，事实上可以体现就是有重修或者是再修的一个必要性啊。比方说，番薯调查第2卷的里面，让泰巴朗看出端倪的部分最重要就是这一个祭司完全就是被隔离的。然后呢，当时呢，日本人声称那个头目罗格六也不是当时的头目，是卸任的头目然后呢，就是这个报道人总共有13个事件，13个事件里面当中，其中有一个事情呢，就不应该由他报道，是应该由巫师来报道。那另外有8件事情是应该由祭司来报道，但是呢，就是让人匪夷所思的这个番薯调查第2卷里面当中呢，这一个
河野喜六就完完全全由这个罗欧格六作为报道人。换句话说，原住民的文化被代为表述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件让人家非常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哦。然后再来就是番薯调查第2卷里面有提到，河野喜六跟那个他们所声称的那个头目叫罗欧格六，他去巡查那个萨萨盖遗址以后，在这个地方就发现了很多的家屋，然后都是以石器砌成的。然后呢，后来呢，罗欧格六呢又带领河野喜六到那个上德武萨德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吉诺样这个山呐、就是他们最早的一个聚落所在地哦。然后呢，他又发现了许多的石柱，然后这些石柱上面都有看到人工雕凿的痕迹。可是呢，在番薯调查第2卷，河野喜六就直接的以测，就是说这群石器遗留的当时就已经开始在使用铁器。他认为说这个石柱上面的凿眼它是由铁器所雕凿的。那因此，我们就是可以从这一个场域当中就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思考说，是不是有一些人在某个时间、某个空间、某个地理或某个文化之间存在了一个什么样的神秘的关联性？他们为什么要去盖这样子的房子？然后这片场地呢，它不断成为学术的研究主题。然后，所以也就相对的，很多人就来到太巴塱来做研究、访谈，还有书写记录，然后试图呢去找回那些过去已经没有办法再现的社会情境。然后这些人他们都是来匆匆去匆匆，就是唯有河野喜六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最久，因为太巴塱部落的河野喜六来之前呢，在当时的祭司叫做Garurage， 他自己就是受到了3个前祭司的影响，然后使用片假名书写太巴塱部落的片假名手抄本。然后这3位祭司他们所这个存在的那个时空背景，应该就在1820年到1840年之间，因为当时罗格利那个Garurage这个祭司，他那个时候从12岁开始书写。然后直到1912年，河野喜六就是又在誊写他的副本。之后来到太巴塱做研究的人待的时间也都很短。然后呢，据地方所闻呢，就是他们也都是抄了手抄本回去翻译完了以后，就陆续的在日本东京的类学刊或者是其他的刊物里面去将太巴塱的研究里面表述。当然，我们非常感谢这些日本的先人学者，然后让我们就知道了过去的讯息。但是，那我们在回溯的时候，发现到有很多事情在事实上是有差异性的啊。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呢？我们就诸如今天这个研究里面当中，在后面会跟大家做说明。好，然后因此1898年到1945年之间，那些日本学者，然后到了太巴塱之后呢，就是接触到了这本手抄本，也接触到了这个遗址，然后他们甚至呢就有一些研究出现在日本的刊物上面，那这些刊物上是我们少有族人能够看得到的，然后也少有族人能够去参加他们的学术发表会，去听听看他们到底在说什么。那似乎对于本地人而言来看，似乎有自己的主体文化，好像被人就是代为表述，然后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那种现象存在啊。那么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萨萨盖这个遗址，它是在位于东富部落的利大溪跟海岸山脉之间的一个丘陵地带，然后在这一个遗址就是一直成为我们当地人呢以前就是在这边戏耍的一个空间，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经常可以不经意的找到一些陶片，然后也可以常常找到石棺或者是石柱，石斧、石锄这一类的这种打磨石器，那这种缺角打磨石器似乎它就是可能就是透过支力点，然后跟这个植物的那种就捆绑，
捆绑。那这样子真态是跟这个新石器时代的这种工具似乎有它的类源关系存在。然后我们也发现到这些石柱它的凿孔是以锥形哦。我们有发现到那个石柱凿孔哦，就是说像我们去三地门看那个石板嘛，它那个凿孔就是平整的、平行的。可是我们在太巴朗的这个发现的这些石柱哦，它是锥形的，这个部分是有差异性，而且它不是只有一个石柱是有锥形，它是所有的石柱都是锥形的。然后这个部分就跟河野喜六认为它是铁器所铸成的这个部分就有不一样的看法。因为2013年阿美族部落学校邀请这个遗址的家族，然后去示范这个锥形的这一个洞是怎么产生的，就当时就是吓坏了很多年轻人，很多人就是认为说是用锥子去凿它就可以啊，事实上不是哦，事实上它是用石头撞石头哦，去撞击它，它就会自然产生锥形的洞啊，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石头撞石头，而且这个石头是有捆绑的，这就说明了这个石柱的技术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遗留到现在，仍然存在在阿美族的社会里面当中。好，那么所以在这一个我这里所指的当地的阿美族并不包含了西部、南部、北部啊，而是指的是东部的萨萨盖的这个家族的这些相关的宗亲的人啊，他们这些人他认为这一个石柱凿孔是祖先留下的印记，然后它不是铁器所造成的，他为了就是要让后生晚辈那些参加阿美族部落学校的年轻人知道说，他特别强调了这件事情，就是不用铁器雕凿，他就是绑了一个石头去撞击它，结果最终撞的那个凿眼跟这一个萨萨盖的遗址呢，它是成为有一致性的。然后在做这件事情呢，我们有就是记录跟摄影，然后在场的所有的老师，包含郑来生老师、林美兰老师、林玉兰老师等等，都见证了这个孙府耆老，他成功的将一个35公斤的石板，然后利用石锤去撞击以后，最后被呈现出来，就是让太巴朗的这个所谓核心家族就是那个萨萨盖的这个嘎鲁拉盖的这个家族的后裔所能够认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然后这个凿洞印记就是说，我们来参考这个图，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出土的石板，然后出土的石板这个柱子里面当然会有这个洞，这个洞呢，他们就是根据老人说法，它是用一个达鲁基，就是一个横梁把它串联起来，两个这一个石柱串联起来，再加上一个达鲁基，这样子捆绑之后呢，它就不会倒塌，那就可以制造一个锚顶矮岩石板屋。然后这个就是它的撞击点，它用石锤去撞它之后呢，它因为这边的受力面比较大，所以它破坏的面就很大，但是这个力呢，这样传导到这里，它受到力就比较小，因此这样不断的撞，它这个是页岩，它不断的剥离，到最后面这个力量传到这边就变小了。因此这样子的一个印记，如果用铁器是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它就必须不断的去撞击，这是它的撞击点，然后就会形成一个锥形的一个凿孔。那我们透过应力学来分析，就是说这是一个石锤，然后呢，这是一个棍子或者是藤把，然后这是藤皮，它这样捆绑之后呢，利用它那个就是力的集中点去撞击这个面，然后呢，这第一点它破坏力最大，那第8点的破坏力最小，最后就成为一个锥击所以说这个研究里面就说明了，这个原始的工法是利用撞击的力的传导，而不是利用这个铁器的去雕凿去挖它，是完全不同的技术然后这种古老技术就是透过撞击会造成结构破坏，
然后让石板的节理受到那个就是穿透，那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孔就被这个一部分的南部部落、大部分的东部部落跟少部分的北部部落的那种宗亲家族，那个家族的宗亲，他所认为就是一个祖先的印记。然后这个印记就跟那个萨萨盖所出土的石板，也或者是那个罗格六带着荷叶喜六到了那个萨德福尔看的那个石柱的是一样的。那目前能够表现出这个技术的，就是在2013年在泰巴朗的这个家族的成员可以做得到。那其他的部落成员能不能做得到？那我们是不知道啦。但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祖先还有老人家交代的这种技术是这样子所传递的。那我们来谈谈看石锤。我在2000年因为在做这一个独木舟的田野调查的时候，我在这个山站有起出一个石锤，在这个右下角的这一个。那这个石锤据收藏人林先生他是一个文化贩子。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石锤已经有超过150年以上。然后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绑，我们是看得出来。然后这个绑的交接点呢，它是有用天然树脂。然后我们现在看重点是在这颗石头，这个石头非常黝黑，很像被烧焦的。那起先我在观察它，我以为它是上了一层树脂，后来发现它不是。后来我到其他地质学的资料里面发现到，它可能是一个陨铁，陨是陨石的陨，然后呢，它经过它大自然的摩擦生热，它就是一直摩擦，然后落地之后被阿美族的这个先人所采集，然后发现它够硬，所以它把它绑成一个石锤，然后呢才有了这个样的技术。然后一般的石头能不能撞击出来，事实上其实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一个我们起出的这个文物啊，它是一个陨铁它是个陨铁。然后我们本来想说这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就没想到我们在牡丹乡、旭海乡有发现到第二个陨铁，但是它是做成石斧它做成石斧所以从这个部分，我们似乎这个部分，这中央研究院他就没有发现到原住民有采集的惯习，而且呢，就是从他对于他的自然经验里面，他发现到这样子的一种矿物可以呢作为谋生的工具那后面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物再出现，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确定了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可以制造一个阿美族史前的文明的家屋然后这一个石斧也是一个陨铁它是由蔡文昌先生所采集目前在他那边所收藏那个应该是那个恒春阿美族所使用的然后这个陨铁的它的这个形成过程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但是确实就是说刚刚这个部分已经告诉各位在线的伙伴们，这个泰巴朗的那种考古遗留的那种传统家屋建筑的这个部分可能会超乎大家想象，它不会是铁器所凿成的它是用石头撞击石头所产生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山站所采集的一个石锤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泰巴朗所使用的这个石板它是白色片麻岩，也是页岩的其中一种。它这种片麻岩呢，它就是含的石英比较高，所以它不好剥离。那除了它就是撞击之外呢，要剥片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也在同样这个林先生的这一个文物室里面也看到了这个比较晚近的那个钻工。那我们知道石头剥离过去，除了撞击之外，就是可以找节点撞击之后它就会分离。而且页岩这样子的话，我们实验的结果是可以的是如果
大家有兴趣，8月18号丰年祭可以来家里，我家里这边就有挖了好几个那种考古的石板，然后呢，我可以示范一下如何撞出洞，然后如何剥离给大家哦。有兴趣的话，就欢迎大家来找我。那这个技术哈，就是史前时代就是原住民就有保留下来。那目前为止，在花莲的阿美族仍然有这个技术哦。然后这个技术就是被运用在沙沙盖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沙沙盖发现的那个石板，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它存在在沙沙盖是集中分布啊，但是呢，它不存在沙沙盖在邻近的河川哦，太巴塱有8座山，11条河流啊，在这11条河流上面，它是呈零星分布，然后在沙沙盖却集中分布，那这说明了这30几年来，我们透过所有的公共工程去拍照，所看到的石板是在本地所采集。那换句话说，在某个时代、某个时间，有某些人把沙沙盖附近的河流的石板，就是采集到沙沙盖去盖了这个房子。盖了这个房子做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再把这个再继续说下去哦。所以关于太巴塱的石板，在太巴塱这个区域的分布哈，刚刚讲过了，在邻近的河川呢，几乎都是零星分布，然后呢，在核心地区，就是在沙沙盖这个地方，它是集中分布，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公共工程所起出的那个路边的石板，我们就是这一类石头，就是那个它的传统建筑用的资材哦，然后这个也是，这个是在就是一般的那个路边家屋，那呢可能就是拿来做磨刀石，经常有人我们当地人就拿这种石头来做磨刀石啊，甚至有些人觉得磨刀磨得很好，就把它拿到樟树湾也有看到哦。好，这个就是那个它建筑的那种基材哦。然后我们呢，这个就是从2011年开始到2022年，我们就只取这个时间啊，我们分别就是在东富国小、西富村、利大溪、巨纳池等等，所有沙劳的河床，所有的地方，我们都陆陆续续有看到了这一个那个零星出土的现象啊，就如这个表啊，大家请参阅啊。然后呢，这是说明了一件事情，曾经有一些人将附近河川的石板大量的采集，然后送到沙沙盖去干嘛？去盖房子哦。然后呢，关于家屋的特征哈，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台海时查路，荷兰人手绘的这个台南以南、恒春以北的西拉雅3个雅族，他们的传统建筑物。然后呢，这个石板啊，他把它凿一个洞，然后用一个木头贯连，然后呢，这当中呢，再用这个比较小的那个木头或者是竹枝加上茅草捆绑之后呢，然后用石板，你们看到这个石板，它侧面这也都是石板哦，石板，然后呢，所盖的这种传统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就是很完整的在太巴塱的沙沙盖的地底下。然后我们在这个图里面也看到这个有没有石壁，然后呢，这个人呢，在这个他在磨这个这是一个磨制的那个石床哦，然后还有诸如此类，反正这些文物啦，这些考古的遗物，就是很完整的，就是在太巴塱的这一个沙沙盖遗址因为现在是7点59分，然后呢，我们呢先下课10分钟，然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谁有提出什么问题哦，看到了很多的问题，然后我等一下上课的时候再回答。那我们的这个第一阶段的课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反正我们现在就讲到说，我们讲了那么多，结果我们到沙沙盖去看了那个传统的家屋了，它是茅草的屋顶，然后周边的墙沿它是石板所盖的传统建筑物，那这个建筑物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高脚甘蓝建筑物或者是竹屋，它是不一样的形态。好，那我们先下课10分钟。按汉好kita，到8点12分，我们再来上课。
好，现在是8:10，那么我们接下来在讲下去之前，我们先回答几个问题哈。首先就是凯明同学，你请我推荐花东地区一带的重要遗址，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到祖先的生活吗？这一个花东地区的遗址哈，目前哈，就是比较就是因为现在遗址有就文化保育的问题。那萨萨盖呢，它是因为已经过度的破坏，但是呢，我知道有3个遗址，就是那法拿万，还有法利佑跟吉兰阿善3个氏族的旧遗址。但是目前这3个旧遗址是被我们巴基达兰氏族的人保护，因为他们不太想要去中央研究院去碰它这一块。第4个问题就是猫公溪出海口。它有4个独木舟的航道，还有旧的巴基达兰的旧社，就是在这一个防风林下面的9公尺的位置。哦，那这个蛮多遗址可以看的。那再来就是奇美啊，奇美还有这个太巴朗，另外还有2个遗址哦，就是一个是烧盐的，那一个呢就是炼铁的，然后就是像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啊，但是目前哦，你说要去感受到祖先过去的生活，其实你还倒不如来太巴朗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带你们去采集这个片麻岩，来大概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锚顶矮岩石板屋哦，这一个蛮有趣的，而且呢，你只要有一颗石头，还有一把刀去砍藤条。就可以了，就盖一栋房子。那我们刚刚讲过，盖一栋房子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居住哦，它巴达鲁玛的意思还有这个繁衍子孙、通婚的意思。然后所以盖房子基本上就跟这一个婚姻的家庭制度又有关系。然后再来这一个，因为盖房子这个地方，它就是在嘉里东岸溪跟利大溪之间，它就是有少量的黑陶土出土，所以你可以就是这边就是烧炼黑陶土，或者是呢直接用这边的石头来做打磨石器，然后呢我们去啃藤皮呢，就是去把它变成一个顶部跟阿巴子这样子啊，基本上这样子也蛮好玩的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可以来找我。然后第二个。7:20，凯明问的问题啊，太鲁阁族往东方移动是因为西岸外来的政权进入这个问题是的啊，原本呢东山区呢那个地方在明清时代就已经立了一个土牛分界啊，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多罗国的界碑啊，那就是因为这个研究生他把它揭露出来了，那老师不盖章，他又跑去他们就拿碳化的那个自画像出来，结果老师还不接受。最后他们火了，就跟他们当地的乡亲去挖出那个界碑，所以这个论文才被实践，就是慢慢的被认同哦。所以有时候真理随着时间空间而改变了。今天你掌握了原住民片段的事实，可是你不见得就可以掌握住它永恒的真理啊。好，再来，撒拉塞跟法塞氏族这个问题之前有人提过，撒拉塞氏族跟法塞氏族到现在都一直很混淆了。但是它原本就是2个氏族，不知曾几何时，就是这2个氏族可能就因为地域的因素，也或者是因为语言的讹音的关系，就被认定是在一起了啊，被认定在一起了。那基本上这2个氏族虽然是分开的不同的名称，但是它的物质文化可能是相当接近哦，所以现在有人就是撒拉塞叫法塞，有人叫法塞叫撒拉塞这样子。是怎么而来的？我们就是说，如果施琅不来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对啊，那国家治理以后很多事情都混淆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然后简信图
是不是制造黑桃颜料？是这样，碱性土又叫做青土，然后呢，青土它会有皂化的问题，然后呢，如果你造成黑桃，它会是一个硬化剂，没错，可是当它又碰到水的时候呢，它就会裂。那因此，这一个碱性土它就是不能代表阿美族的真桃啊，因为他们会用现代的那种釉，化学釉上去，那它的皂化问题就不会有问题。那基本上碱性土是不能做传统黑桃的哦。再来，吉朗赛的制黑桃原料是不是跟晋普文化的炼铁原料来源？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我可以就很诚实的跟在线的所有的朋友们讲哦，可以炼得出黑桃，就可以炼得出铁，因为真正的黑桃你只要拿石英或者是碳化铁去敲，它会有火花啦，那是因为它是夹沙的。然后呢，它是夹沙的，然后那个它的颜料里面当中就是跟铁的元素有关，所以基本上你不要把真桃，我所讲的真桃就是阿美族的史前桃，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土器，基本上你把它当成铁器会比较实际，它只不过是它之间的比例多寡而已，它只是把硬化剂再放更多的硬化剂，然后呢，它就会变成铁。但是呢，你如果把硬化剂缩小，它就会当然就是变成将近铁的土器这样子。好，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理解哦。但是那个能够烧出阿美族真桃的人，当然这个人就可以烧出阿美族的那种铁。好，再来那个纳帕兰万氏族现在是不存在了啊，现在不存在了。他的旧址就是在吉兰湾山的纳帕兰万山，然后呢。它是纳帕兰山，它中间曾经有一个泻湖，这个遗址也曾经被水淹过。然后呢，他后来呢就是没有再居住在这个地方了。那据我所知，日本人也曾经有讨伐，就是一部分的纳帕兰万氏族。然后他为什么没有在这个地方也不得而知，但是他的那炼陶的遗址在这里在这里。那我们是有找到某些证据，但是。因为这个丰滨乡公所还有这个吉兰山文化发展协会的这个保守之下，因为上次他们才宣布说这个人寿分隔线找到赤足藻虾，现在大家都在抓赤足藻虾，然后他们跟民众揭露说他们找到那个爪哇牛的混血种，结果现在大家都在打爪哇牛啊。今天我问一个哥哥说爪哇牛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好危险所以这个。你们需要再深入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带大家上去这样子。然后那个纳帕兰氏族应该现在是跟那个巴基达兰的搞在一起，然后往长滨方向流动这样子。我知道的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往北没有看到，但是往南的话是跟着那个巴基达兰的一起移动这样子。然后。开放的历史大概有多久目前噶基达兰是到63代，那人类学的换算一代是20年嘛，刚好是1200到1300，刚好是铁器时代初期跟新石器时代晚期那个阶段嘛。这个从姓名学跟这个考古学来结合，你就可以知道说它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嘛。那当然我们必须采样送到那个中央研究院去验它的年代，才会知道大概的时间。萨萨盖聚集多久？大概也是就是我刚刚讲这个时间不是毗邻文化就是麒麟文化，就富林文化，大概就是时间点。好，这个就是我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老董的石锤有名称，我下次会把名称表就是附上来有这个有它全名所以金信老师，那个你要的这个母语我会帮你查，而且这个词它是词条，它是古语它不会在。我想把它联想，现在我们阿美族做赌论的时候，那个石杵，对，因为你看看那个石杵，你弄赌论，它会不会有沙沙的？没有如果一般的石头，你打这个赌论，它会吃到那个沙子。他就不会，那是不是有关联？我的意思在这里，我想知道他的石头的名称。
好，那个我们现在导致石器目前也在沿用的，就是白色片麻盐，因为白色片麻盐它本身含有石英，是比较不容易砂盐化这样子。然后它的古语这个我回去我那个明天我等一下晚上我会传上来给那个凯明。好 ，OK，谢谢。OK， 那我们现在问题回答完，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留下简讯哈，我现在继续讲下去，后面就越来越好玩了哦。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就跟萨萨盖地底下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然后它的特征就是说，它是背对着丘陵，就是我讲的地理曲平线哦，它居高临下。然后床板呢，是高脚的，好，在地面之上。然后门前你看这边有石壁。哦，那我们太棒坟墓，还有些家户的门口都有这个东西，据说也都是从萨萨盖搬过来的。那你看它是矮檐，你看它屋檐的滴水线很低，哦，很低，它距离大概1-2尺，距离地面1-2尺而已。然后屋内里面有30灶哈，那个就是3颗石头做的那个，可以就炉座哦，这是。有人说斗肉，那个是怎么念？没有，这不是重点哦。然后再来是家屋跟外界它有天然阻隔的地理环境，你看这边有丘陵哦，所以它背对着丘陵，然后面对着外面的这种景物，然后它家屋里面都会陈列兽骨啊，特别是牛骨。这个家屋就跟台南以南西拉雅族3个雅族都一样，就是西拉雅本族，还有这一个。凤山社的这个大满啊，就是大乌龙群啊，还有这一个马卡道群的那种恒春群的家屋，甚至恒春群的家屋也有别的族群啊。这不说马卡道之外呢，排湾族也有在使用了哦。那个9任的那个家屋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哦，所以萨萨盖的是发现是整个从卑南遗址往北又是最完整的。其他出土的，它不单是只有家屋，还有石棺啊，跟所有的那个史前的遗物都一应俱全啊，都可以就是找得到。然后而且呢，就是我们有看到的都是很完整的，就放在这里哦。然后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哈，有关于这个太巴朗的口述历史啊。然后呢，大概我归纳就是说，大概1200年到1500年哦，这个我们从噶基丹的系谱学。里面看到有63代，然后呢，那大概就是说，他的民族志里面呢，就说到说有一对兄妹从吉郎山下来了，然后就是辗转迁徙到现在的这个东富村的萨萨盖，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发展聚落，然后在这个聚落当中，曾经有一些人呢，在现在的这个东富村哈，就是萨萨盖这个地方大举的制作黑陶哦，黑陶。然后这些人可能他是利用石器或者是铁器，在萨萨盖这个地方发展成为一个部落形态哦。然后这个部落存在的社会阶级发展哦，从这个噶基达案的这个规模一直延续到现在，仍然还是看得到哦。对，然后这大概就是在地的口述历史，它的一致性就是在这个几个方向。然后呢，我们刚刚所提的就是说，我们去发现这个文献的探讨里面，就发现这个家屋的古老形制跟这个西拉雅族的形制是其实一模一样啊。好，然后它就具备有一致性。然后这个发现呢，就跟那个祖先的口述说从吉郎山下来的部分是可以印证的。哦，他这个手抄本里面就说，这对弟弟啊从吉郎山下来以后，发现到萨萨盖。好，到了萨萨盖之后呢，他就撒，就是抹平的意思啦，也就是说有大规模的人工治理的形态。然后怎么治理？他把附近河川的石板拿到这个地方来盖房子。怎么盖房子？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很好玩哦。然后呢，那目前这个部落的祈祷会在不同的场所或者聚会就是用吟唱的方式把这个迁徙过来的这个过程，就是用史诗的方式来吟唱。然后呢？然后这种唱的方式就方便了那个子孙去记忆他的这个历史回忆哦，然后更可以凸显出就是他原来的民族志的图像啊。好，那为什么这个太巴朗的文献就是除了殖民
殖民者他会去记录之外啊，那原住民呢，就是并没有很多的这种记录存在，因为除了那个片假名之外，大家都是用吟唱的口述啊，就很少会付诸于文字所以就是因为缺乏文字，然后呢，但是没有文字，它仍然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传递这个讯息，它用吟唱的方式，然后我们再看这种方式跟着官方写的那种手写的这种用文字写的记录，这那种所谓的大档案，这大历史那个 history 那个 H 是大写的，不是小写的，小写的是小历史，大写的是大历史然后这个大历史我们来看就是那所以我们都是先看过那个有人写到历史上面之后，才认为那个就是历史的历史。所以基本上原住民怎么看都是别人所写的历史，但是写历史的人都是领皇帝薪水的人。他绝对不是领原住民薪水的人，所以你怎么写他是为他的主人而写，他不是为原住民而写。所以基本上看历史，原住民看历史都是以第三人称第三人称的角色，跳脱自己那个皇帝的读者的那个第一人称的角色来看，会比较客观然后再来，所以不管再怎么样的看怎么写，都是历史其实是一个复制的过程。那原住民就过去就有很多就是那个的历史然后一些文本都是非原住民所写的。那真正的原住民呢，他过去也就是可能就跟他所写的当中会有不太一样的现象产生。那这当中就会造成历史在时间的流动会造成偏误跟模糊。那就是刚刚有提到番薯调查的太巴朗篇里面当中，对，就是一般的日本人或者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可能会把它当成圣经来看可是对于太巴朗的族人来看就很奇怪一个嘎吉达案里面有3个部分祭司、长老会议跟头目，然后呢似乎只看到头目，那祭司跟长老会议完全是被排除的。然后报道人的13个事件里面当中呢，并没有就是完全是属于他头目要做的事情又去当祭司，又去当巫师，所以这个角色是让就是一般的太巴朗的族人觉得很奇怪的一些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记录这样子。好，那基本上这些记录是不是跟当时的那个日本为了发展殖民主义，然后呢就是皇民化的那种青年团有关系那我们参考宋秀环的这一个殖民地的青年团研究里面当中，然后他有曾经也提出日本治理那个原住民族的在初期它是以部落整体的结构来运作，然后并且开设番童教育所，希望番童习日语，然后呢并且推动青年教育，然后呢来倡导皇民主义，激发阿美族对日本国的爱国心爱国心。那这样子是不是这段文献是不是说明了国家主义的介入了？因为日本强调是帝国主义，那阿美族强调的是这是民族主义这个2个当中是不太一样的制度。然后呢这个制度进来之后，对于这一个文化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会不会有影响？我们刚刚已经提过，番薯调查第2卷对于本地来讲是不太被接受的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太巴朗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其实太巴朗这个名字跟这个遗址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刚刚提过这一个太巴朗的名称跟太巴朗的萨萨盖的家屋跟西拉雅族有关系有关系。然后呢再来就是原住民迁徙的时候呢，都喜欢沿用旧地名的作为代名词，这个部分也有关系。那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在太巴朗的名称当中有4个跟太巴朗当中很近的读音就来自于这一个太巴朗的地底下还有3个太巴朗的意思然后这个因为呢这个西拉雅族不知道是哪一个系统的人简单的来讲，我们来推理
然后他从台南啊，这个或者是屏东啊，或者是高雄跑到了这个地方来盖房子。刚讲过了，盖房子巴达鲁玛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就是通婚生子的意思。盖了房子就是要结婚生子，也有这个意思存在。然后你看看哈，大乌龙就达乌龙，达乌龙这个名称对于太巴朗来讲是一个讹音。大乌龙群来太巴朗盖房子，然后呢，再来马卡道哈，马卡道的那个在屏东有一个地方叫万金嘉禾，新厝这个地方叫嘎布弄。你看，它这只有 T 变成 G 啊，一个字音的差异性。然后在那个希腊雅族本族在预警的部分有一个打包弄，然后呢，然后现在太巴朗叫做打法弄。你看这打法弄阿美族它是一个中西母语群，然后呢，它的音呢跟3个希腊雅族的雅族之间就差一个字音的差别性。然后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在沙沙盖中间有现在花圃的地方，那个旧地名叫做嘎布隆岸。嘎布隆岸现在在太巴朗它是一个代名词，它是什么？广场的意思。可是它这个名字这个名称其实它的本质它是说一岸是在那里嘛，然后嘎布弄就是说嘎布弄在那里，就意思是说有一群从嘎布弄来的人在那里。后来这些人呢来这边干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他盖了房子，盖了这个他们就是马卡道族的这个房子，然后盖那房子干嘛？可能跟当地的阿美族的这个先人呢可能有过通婚的关系，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干嘛？他们在那个地方盖房子其实就是可能就是有通婚的类缘关系存在，要不然他干嘛要帮一个母系社会制度的一个社会去盖这个房子？这部分我们可以去就是说去想象，也或者是去演绎，或者是推演一下然后呢，重点来了，这些人里面当中刚刚讲嘎布弄案这个名称是这个嘎布弄，其实就是现在的台东的这一个那个叫什么？台东有一个没关系，这嘎布弄的意思就是现在的万金嘉左，屏东的万金嘉左万峦乡这一带。然后呢，是不是在1200多年前，这些族群有一部分可能就已经移动到这个地方，然后到这个地方，他将附近的河川的食材，他采集，然后呢，到这个沙沙盖了这个房子因为他们都聚集在这个地方，被当地人就是指称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些嘎布弄的人在那里，在那个地方盖房子可能就是有通婚的现象然后所以嘎布弄就有可能就是从那个语言学来讲，可能是太巴朗的这个讹音之一，也有它的可能性再来就是说，我们来看清代的时候跟荷治时期的那个的太巴朗被叫那个荷兰人叫达瓦弄，然后清代的这个汉语叫做丹朗丹朗，达巴弄那边丹朗。因此这个在文字记录里面这个达法弄就是舍佛弄跟阿法弄，这些名称就不断的出现就是不知道是代名词就是争取主词，也或者是主词变成代名词，他们就之间就是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一个出现。然后呢，部落的耆老呢，那个对这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我们来看下去。然后日本时代呢，那个河野喜六就认同就是舍佛弄就下山这句话下山这句话。然后那因为就是说，因为那个番薯调查是好像总共出版了就是1915年嘛1915年，那因为有当地人去参与然后所以这一个
可能呢就是舍弗弄跟这一个清代的丹朗之间呢就会有差异性嘛。那当然就是当地人去参与的话，就准确度会比较高哦。那光复以后呢，就是李来华校长他一直在强调，是因为利大溪有很多白螃蟹所以他就变成这是阿法弄后来就是因为长时间的传述，又变成俄音打法弄，那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也是不知道了。来，我们来看一看既然萨萨盖的房子是希拉雅族，我们就这样子定义先暂时这样定义，说是希拉雅族跑来这边盖的。然后呢，这个太巴朗在光复叫达法弄你看达法弄，然后呢，这个希拉雅族在玉井叫达布弄，达布弄然后呢，希拉雅族在万金叫嘎布弄，然后希拉雅族在高雄、台南这一带叫达布弄，所以他们当中就只有一个字音的差异性而已。对然后这里面当中的这一个系统，就是马卡道的这个系统，跑到了这一个太巴朗，太巴朗，对，就是出现了这个萨萨盖的这个家屋，然后现在我另外还要再提的就是说，这个从屏东来的这个马卡道族，然后呢，可能跟着这一个恒春的阿美族，可能是同一个时期，也或者是不同的时期来到这个地方，帮这些当地的阿美族盖了这个房子，然后彼此同婚。因为我们这边的田野调查里面就发现到，太巴朗核心地区它是东富村。结果呢，东富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氏族叫做巴里劳班扎。这个问题如果说是以太巴朗的民族志来讲，它是长时之间一直被排除，都不太愿意要面对的。但是竟然有一些恒春的阿美族住在这个太巴朗的核心的这种领域里面，这个说明了这个族群呢来的时间一定相当早，而且呢，势必呢跟这个中西母语群呢，他们彼此之间有个通婚的现象，因为他们盖了希拉雅族的房子在那里，所以这批在太巴朗的那个巴里道呢，他在这个地方就是叫里劳，然后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小氏族的一个聚合群，那目前都是很集中，它没有分散，它是一个事实。那事实上，他的祖先其实是恒春来的，就是屏东那一带过来的。然后呢，那因为晚期的移民，我们发现到那个巴里绕很多姓黄的、姓蔡的、姓连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姓氏是这个汉人治理的时候给的，但是呢，我们又发现到那个巴里绕不管在乐和春日，也或者是东昌。蔡林连，这个黄是大姓，结果在太巴朗完全没有，说明所以说在这个汉人赐姓之前，他们就已经出现在这个太巴朗了，所以他跟这个原来的巴里绕之间的那个联系，基本上是断裂的，是很久远的，但是最近他们又跟旭海之间的乡亲又彼此又有联系，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发现其实是很重大的，因为呢，这个能够在太巴朗东部核心的这个氏族的关系存在，是唯一的可能性在久远以前应该是比较有机会是同婚啦，而且他帮你盖了房子，然后呢，后来晚期移民才慢慢的分布在这一个西富村跟南富村。因为西富村跟南富村有很多的番大族，就黑手印，然后地主呢都是东富村的主人，然后呢，西富村跟这个南富村呢有很多都是家里晚来的然后它大部分都是佃农，所以这个是说明了这个族群这个有先后出现的关系，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毛顶矮岩石板屋刚好提个两个大石柱中间凿洞，用一个打炉机给它串联，然后用小一点的木条树枝把它赋予茅草，然后在离地2尺左右的部分再放一个横梁，串联起来就是一个萨萨盖的传统家屋。
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家屋，因为我们现在不敢去破坏，所以我就用番薯六考台海史查录的那个荷兰手绘的图来比对。你看石柱凿孔完全吻合，石壁完全吻合，好，研磨石器完全吻合，石杵完全吻合，倒模床完全吻合，然后石板、石锤等等都是完全吻合哦。所以考古民族学提供了一个部落说法，然后呢，这个说法来解读萨萨盖的这种遗址的老家的存在哦，可以被认为是族群迁徙跟这个落脚发展的古老证据之一。所以这个第一点的部分，我提出的部分就是说，有一些南端来的人，他本身不是阿美族，也或者是那个南端的阿美族来了以后呢，跟这边的人的核心家族做了通婚了。通婚以后呢，他们繁衍子孙之后就变成就是住在一起。然后呢，他们为这些当地的阿美族的，就是巴达鲁玛哦，巴达鲁玛。然后呢，所以我们在萨萨盖下面发现了这一个他们过去所留下的证据。然后所以我们去探讨家屋，就是等于是就是回到初始的状态去看古老民族的社会组织跟物质文化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也是凸显过去这个人在空间当中的治理方式的证据之一嘛。好，在第三点就是透过考古遗留，它是回溯过去古老民族社会组织以及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个是在考古学里面当中一直以来所强调的。好，这是毋庸置疑。所以这个知识可以作为未来发展原住民族空间表征的具体的研究方向之一的。可以就是衍生出什么样的概念？第一个就是你去找家屋的存在，然后就等同就是可以找到这能够代表阿美族族群社会的延续性嘛。因为通婚，我把几个关键字的词条组合起来，你们听听看，那个你们的那种逻辑就会知道，通婚迁徙过来，通婚盖房子，然后繁衍子孙，然后跟这个核心家族住在一个核心的地区，然后留下了那些古老的房子，然后也留下了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共同基因的后代。哦，所以是不是一种延续性的这种空间表征？好，再来，家屋是社会发展的工具，也可以反映当时的时代背景。从番薯六考的台海史查录的图里面可以看到，它背对着丘陵，然后呢，屋檐盖的那么小，门盖的那么小，然后呢，一堆人呢就住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图看起来是一个氏族或者是那个拿少的关系哦，然后呢，那个地方看起来就是跟这个吉朗赛的那个家屋是不同形态的，而且它治理的规模也不一样。所以说，从吉朗赛下来之后，到了萨萨盖这个之间，他们空间表征呢，基本上就是有产生了差异性，而这差异性来自于通婚啊，所以，然后我们就比较两个建筑物之间的差异性，就可以反映当时的时空背景了，就是它似乎是有意要背对着丘陵嘛，然后面对着这一个利大溪哦，然后他们想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发现到他们是透过社会的群体去表现出一个生活的景象，有些人在做工具，有些人在磨粉，有些人就是在准备列具等等的啊，那个景象就会说明了就是那个物质文化所存在的现象。好，在第三点，家屋的名称可以溯源这个亲属人员关系哦，这一个家屋的名称就是常常会成为原住民姓氏，在这个是在昭和45年，日本人就是诏令全国原住民以家屋名称作为其姓氏为代表性啊。但是阿美族的太巴朗的传统姓名是祖孙联名制啊，祖孙同名制，然后呢就是目前大部分还都是沿用这样的制度啊，所以它是一种姓名轮回使用的制度。然后就是说你
你比方你叫嘎路，你遇到另外一个嘎路，那你就会问他你是哪一个家，然后他会告诉你他那个家的名字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是要以此区别这个就用名的差异性啊，所以所以相对的你去找到那个你的传统家屋，你就会知道你的那个亲族类源关系是来自于何方这样子，然后再来。刚刚从这个荷兰手绘的希腊雅族的图里面就可以反映出物质文化的特殊性，对啊，然后跟原来太巴朗是其实是有那个主源上面的居住空间的文化是有点显著的差异性。最后这个研究里面归纳的重点就是大概就是4个部分了。第一个就是太巴朗的传统家屋结构啊，在主屋当中会有2个长石柱，然后这2个长石柱会出现一个圆锥的柱洞，然后这个圆锥的这个柱洞它是经过撞击的，不是那个铁器所产生的。第二个就是说，当洪水发生的时候呢，纵然你的家屋被破坏了，只要阿美族带的这一个石锤、钻弓这2样东西，只要找到2个长长的石柱，基本上随时随地都能够盖出一个部落。对，那说明了这个族群它会有这个。就是快速移动迁徙的这样子的能力然后呢，它的盖房子的那个技术基本上不用1个月、1年、半年的，它只要就是1天就可以盖了一栋房子。然后呢，它的各个家户就是带着这2样东西，马上就可以建立一个部落。对，所以你看。部落在太巴朗被称为尼阿洛，尼阿洛的意思是什么？尼是一个那个语助词语助词。阿洛的意思呢就是暂时暂停坐一下的意思。所以基本上尼阿洛虽然它组合在一起是一个部落，基本上它并没有久居之意。换句话说，阿美族原来的物质文化，它并不强调集中，它是强调分散、流动这样子。可能是透过我们知道，就是阿美族最怕的就是天灾跟瘟疫，然后去流动，有可能就是梯田，就是做一歇山的这样子的一个，或者是根据碎石记忆的流动，或者是捕鱼的流动关系所以我们就不要用那个社区部落来认定，就是说阿美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关系结构。基本上，尼阿洛的意思，它就是没有永逸它只有暂时，并无久居之意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要强调一下，这在语言学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条那因此，这个就是尼阿洛就不是这个范围内的人了，或者是跟那个地域很明显的社或者自然权利关系的什么界然后呢，部落那个社区，这基本上在古代的阿美族，在萨萨盖的这个东西出现以前基本上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存在然后就是因为那个社是需要管理的，然后社呢它是要整齐的，社呢它是营造，你看需要管理、整齐、营造，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一种概念。自然主义它并不需要跟大自然之间并不需要说去整齐管理然后去营造，基本上营造是要了，但是共治均衡，基本上资本主义跟阿美族原来的那个社会结构，我几乎是完全是不能够划为等号它是完全截端就有差异性的概念。再来就是古老的民族它为了延续族群的生命以及抵抗这是自然威胁，然后呢可能呢就是常常会以聚落的形态来发展所以这样子的发展它累积了很多的经验，然后这些经验呢就彼此影响作用，透过历史的流动然后就对于时间空间的因素会造成一种自然结构的文化，这种自然的结构文化通常就被这个近代的人类学者定义为这个物质文化。那
或者是典型文化的之类的学术定义啊。那换句话说，这对兄妹他从这个巴拿样的地方，因为洪水，他漂流到巴里湾山，然后他生了孩子之后，产生了近代晚期阿美族的物质文化之后呢，他过迁到了太巴朗，他经由纳巴拉湾溪而走到了那个巴里湾溪，然后再走到了利大溪，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延续到现在，延续到现在。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一个洪丽珠老师他所强调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一些这个听友有问题？好，然后我们很高兴今天很多人有问题哈。在我看看啊，那少好哦，对，那进信老师的这个母语词条，我等一下会上传哈。再来，萨萨盖的建筑工法跟卑南时期的建筑是类似的吗？基本上只要是新石器时代的可能性就很高了，但是我们知道卑南时期出土的东西是更为广域，但是萨萨盖出土的东西呢，基本上其实跟马卡道族或者是恒春阿美族有很大的关系那卑南文化里面是不是有混杂到其他的这个部分，就是要那个考古学者来做说明那目前太巴朗部落主要的纳萨有哪些？基本上太巴朗的核心家族就是那个吉朗善氏族它几乎就分布在原来的东富村，就是大概原先这边的老人口数记录是43.5户啊，因为有一户是不是都还有问题，然后他们几乎就是很完整的都是吉朗善氏族。那后来接下来进来的不是马卡道族呢，就是恒春阿美族，因为他们坐落的位置就是核心地区。然后呢，我们看到晚期移民呢，就喜得而来，或者巴克宰亚了，他们呢都是晚期过来的，所以他们就分配到部落比较边陲的地方嘛，所以能够居住在核心地区，基本上一定是先来的那所以基本上太巴朗的氏族关系，现在的氏族关系就是早期的就是吉朗善氏族跟巴里老，然后呢，接着才慢慢的产生了咖喱阿万为多啦，那还有一部分南部来的这样子，还有一部分广东人跟汉人这样子，然后他的氏族关系现在是很紊乱的。那早期的是完全是以那个吉朗善氏族为主然后初期的太巴朗是由南方港上所建立的嘛？是的，最初期我们回到原点来看，是一对兄妹，他们是从哪里呢？从现在的这个资本美元那一带，这个是一个叫巴拿样的这个地方而来的他先来到吉朗善，然后水退了以后再来到太巴朗达利斯干跟大乌龙有关系。大乌龙如果是台南的大乌龙，当然是有关系然后呢，这个关系可能会涉及到哪里？涉及到撒奇莱雅或者是恒春阿美他们在迁徙的过程有没有接触，这是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请这个语言人类学部分去做检核萨萨在太巴朗意思是抹平的意思当然也有人说是分散嘛，就从这里拨过去到那里的意思。可是萨萨它的意思，古语它是抹平就是整理的意思这对于太巴朗是这样子来解读这句话的意思嘎吉答案一定就跟太巴朗的嘎吉答案一定跟萨萨盖有关系，因为据那个我们当地的核心家族所声称这个原来嘎吉答案就是从萨萨盖迁到现在的县址然后呢，就是有迁过一次，好像就是清代以后这样子清代以后再来，他去到了这个
巴基达兰这个氏族哈，他有没有进入到太巴朗？应该据我们所知是很难，因为他们走海线嘛，走海线嘛。但是我们原本就是不同的氏族，我们在吉兰河山的时候，我们是在山上，巴基达兰他们是在这个巴里湾西的出海口，好，出海口，基本上他们就是一直就是用航运作为生活的一个基石啊，然后到日本以后，他偷偷的回到那个旧梯田去偷种山这样子，基本上几乎他这个是海洋民族、海洋氏族哈，跟太巴朗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目前还是不得而知啊。嘎布隆岸啊，集会的地方，对，不弄，对，汪秋一老师，您说的很对，但是在太巴朗的部分哈，那个有一个古语叫嘎布隆岸的意思是有一些嘎布隆的人在那个地方。然后现在就是这句话已经没有再这么用了啊！现在我们就这句话就变成广场的代名词，也就是老师现在所提出的这个词汇的意思，这样子，嘿，对，所以基本上老师说的是对的，但是他原先的原意是有一些搞不弄的人在那里这样子。对，那个达利斯干这个问题就跟说过，台南的安平跟鹿耳门以前它还有一个介字嘛，叫做咖喱劲，咖喱劲，咖喱劲的话，在闽南语就是卡劲，赶快的意思啊。对啊，所以基本上你如果能够用一个石锤盖一栋房子，快速的盖一栋房子，基本上这个族群要迁徙应该也不会很慢啊。好，然后再来就是汪嘉义老师说对了哦，李来旺校长不是推测，他是具体的说明这个萨基莱亚就是来自于台南嘛，好，确实是有此一说啦。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经过长期，因为我们的李闹哈，打巴洛李闹有跟这个旭海去接触，然后旭海他们当地人呢就也认为他们是从台南过来的，然后这一个杨长广他是从这个满洲的这个永靖跟老佛爷那个地方来啊，满洲那边的人也有一部分认为说他们是从台南过去的，对啊，然后事实上，那换句话说，从台南逃难到了满洲，变成了斯卡罗，然后到了台东呢变成马兰，然后呢到了花莲呢，他们本来叫撒西拉雅，那经过第三人称就变成俄音变撒基拉雅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战争的因素，他就躲在那个吉安乡，变成阿美族。然后100年后之后呢，借词借句借词借语，然后呢，但是他典型文化还是存在的，他又证明出去成为萨基拉雅这样子。对啊，所以而且萨基拉雅的圣山呢，就是他们就是又跟阿美族的圣山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此一说哦，汪老师就是有此一说。好，那我这边所知道的部分呢，就是说，萨基拉雅如果跟恒春阿美的这个移动的关系，然后它没有恒春阿美移动的那么广泛，那么距离遥远，但是呢，它可能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或就是它有混群的现象了哦，混群现象，到北端之后又跟阿美族搞在一起，所以基本上李兰旺说的是没错啦。他的祖先确实就是从台南来的，那我们去老佛爷、去永靖、去找杨传广的故乡，他们那边也认为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台南来的这样子。那旭海那边也有一部分的阿美族认为说他们祖先是台南来的。那这样的话，那这样是把它就是把它这个整个逻辑上来看起来，从台南的一些人跑到了这一个恒春变成斯卡罗，然后呢，恒春里面的李龙山哦，就是电光、关山这些，他们又是从李龙山，就是现在竹坑这个地方走台九线过来，他们是完全就是不一样的系统。同样是阿美族，但是呢，李龙山的系统，这个就是所谓的巴厘岛。然后呢，那个从这个过去的证据的显示里面，可以倾向了那个马兰那边跟恒春那边的人呢，最后呢走到花莲玉里，变成这个巴厘岛，
但是到了东昌巴里绕，但是到了花莲平原之后呢，变成萨基拉雅了。对啊，这个为什么怎么改变呢？一定是在整个迁移的过程当中，就跟某些族群有过接触，然后呢，所以才产生了那个这个跨域的那个语言跟它的基因上面的融合。这个在原住民的迁徙上面就是说就是很典型啊。比方说长滨的中永，他们就是从屏东万金来的啊，他们就是那个嘎布隆啊。那个，就是那一代的人过去的啊，所以他们后来也变成阿美族啊。大概我今天所能够说的就到这个地方了。然后说的不好，我就会再去查文献改进。说的好，也请大家谢谢大家这样子。那如果还没有谁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留言，我就是在事后再跟大家做解答。嗨。Tanaman ko paini ni Longkang 老师 aray hanita. Isaurira anira ko hinapati so hao paliao nanay sadakaniso. Aga tawaran ko zai hinapat no palo to iso to sa kapana aho to ni ray no rakat no isa amisay. Anini hao tala maan ko paini ni Longkang 老师 nanay uingan nita. Hao aray handachi Longkang 老师，谢谢。谢谢大家，大家晚安。谢谢老师，不客气。谢谢老师，下周再见。再见，再见，谢谢。